俄羅斯正式交付武器俾伊朗。如果美伊而家開戰嘅，你覺得普京會唔會落場打埋一份呢？歡迎收睇屈機小世界，我係 Dr. Raymond。中東局勢咧又喺度升緊級啦！嗱，如果大家有懷疑咧，俄羅斯已經即刻交付咗啲先進嘅武裝直升機俾伊朗啦。嗱，據央視新聞1月29號嘅報導咧，就話俄羅斯喺28號咧就有啲照片流咗出嚟喎，就話俄羅斯嘅米28NE 嘅武裝直升機咧竟然喺伊朗出現。嗱，照片入邊咧就見到咧呢啲直升機咧係採用咗數碼迷彩嘅塗裝嘅，冇槳葉嘅啦，二選嘅部分咧都全部包起晒嘅，即係表明係啱啱運到未拆嘅，未裝嘅。嗱，亦都即係未正式用得啦。有消息人士就話，今次呢一架只係俄羅斯向伊朗交付嘅米28NE 直升機入邊嘅其中一架。呢個時候交直升機，美伊係咪真係諗住開戰呢？咁如果真係開戰，俄羅斯落唔落場呢？今個星期一齊睇睇。又係廣告時間啦！嗱，我哋新年之後就有新班開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快啲打嚟報名啦！嗱，講翻我哋今日嗰個話題啊，就央視新聞喺1月29號報導咧，就係根據俄羅斯方面28號流出嚟嘅照片咧，就見到有啲俄羅斯嘅米28NE 武裝直升機咧出現喺伊朗。咁啊，據稱咧就話即係伊朗咧而家已經有呢一種咁嘅直升機㗎啦。咁啊，大家都知啊，美國而家就持續喺伊朗周邊就進行軍事演習㗎嘛，不斷喺度集結，不斷喺度升級。咁嘅時候，俄羅斯走去同伊朗交直升機，其實的而且確係引發外界關注嘅。咁大家都知道，俄烏衝突之後，伊朗亦都曾經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噶嘛，咁即係話如果而家美伊要開戰，咁係咪即係俄羅斯打算啊？嗱，我唔俾無人機你，我俾直升機你，咁即係某程度上等於提供軍事協助呢？其實如果你睇翻外電嘅報導咧，佢哋話呢一批俄羅斯米28NE 直升機咧，即係而家喺伊朗嘅情況咧，就係油上晒所有嘅迷彩啦，上面亦都寫住軍隊2018論壇上邊展出嘅嗰啲即係編號喺度嘅，咁啊亦都未砌好嘅。換句話講咧，就唔係即刻落場打得嘅。咁根據啲軍事專家就講啊，話呢一款米28N 嘅武裝直升機咧，其實係一啲出口型號嚟嘅。呢一隻機咧，其實係上世紀80年代研製已經成功，亦都多次改良之後咧，喺2006年啊開始批量服役喺俄羅斯軍隊嘅。而呢一款直升機咧，就係專係用嚟取代之前嘅米24武裝直升機嘅。嗱，佢配備咗呢個光電探測設備啦，同埋毫米波雷達啦。咁機身兩側咧嘅短翼咧，亦都有4個外掛架啦，可以掛啲反坦克導彈啦、火箭彈啦、空對空導彈等等嘅武器。機頭下邊咧仲有一支咧30毫米嘅機關炮嘅。嗱，就咁聽落去咧，你就聽完之後就覺得有啲武器就即係呢個俄羅斯就運咗去伊朗啦，咁然之後就搞到好似想打咁啦。但係大家有冇諗清楚一樣嘢咧？所有呢啲嘢咧講緊嘅就係一啲表面嘅名詞、表面嘅敘述。佢背後隱藏嘅行動究竟係乜嘢先？背後嘅行動先係真真正正佢打唔打嘅意圖啊嘛，而唔係個表面宣稱嗰個立場啊嘛。嗱，點解我咁講呢？嗱，我將呢件事抽絲剝繭咁將佢拆開嚟俾大家聽下。對於俄羅斯嚟講，佢係交付一啲嘢，咁佢釋放出嚟係咩意思啊？就係佢嘅軍事存在同埋政治信號，即係我喺度嘅。伊朗呢，佢接收、佢展示乜嘢啊？一啲威脅嘅能力，即係你睇下我有呢架直升機啦，幾勁！嗱，美國咧，美國係集結啦、施壓啦、測試啦，測試乜嘢啊？測試佢嘅反應，睇下有冇過到地區紅線。你諗下，其實講嚟講去，俄羅斯會唔會出手？呢一個冇講過嘅喎。關鍵唔係直升機喺呢個新聞入邊，關鍵係呢個時候呢一刻。交付呢個行動本身究竟帶有咩意思？如果你望下呢件事嘅，你會發覺其實俄羅斯喺成件事上邊咧冇講過話我係為你嘅防禦作出承諾嘅，佢只係做咗啲乜嘢呢？第一，呢個時候俾直升機伊朗。更加提高咗啲即係唔肯定嘅情況啦，究竟會唔會打㗎？令人會擔心啦，亦都令到美國要重新估計，如果我呢一刻打伊朗，我嘅成本會多咗幾多？但係佢冇講嘅就係我會同你參戰，即係大家想象下，你見到有人喺度打仔，然之後咧佢本來用手打嘅啫，呢個時候你走埋去，你俾支藤條佢，咁個僆仔會點諗啊？哇！有冇搞錯啊？阿媽打我係咁，耳都一巴掌啫，你俾支藤條你咪即係靠海咁。大家想象下，佢俾藤條唔代表佢係保護個仔或者係撐我家長嘅喎，佢只不過係俾啲嘢佢，搞到你個局更加亂，搞到你嘅問題更加多啫。所以如果你用意思去睇呢件事嘅話咧，其實並冇即將參戰呢個咁樣嘅
感覺喺度嘅。實際上你見到佢嘅成個講法咧，就話嗱，米格28NE 交付呢樣嘢係乜嘢啊？大家一齊見到係一個軍事外交嘅信號，其實有限技術轉移啫，俾個直升機你啫嘛。我哋關係好好㗎，我哋會幫你咧升級你嘅威脅力，即係我講緊伊朗嘅威脅力。不過我唔會幫你打㗎喎。其實你諗清楚啲啊，呢樣嘢同你話，我哋不如兩個國家咧，我哋有一個防衛承諾冇，我會自動參戰，即係好似呢個北約咧有個第5條款話，如果邊個俾人打，我就一齊同你打，冇。有冇共同指揮嘅系統啊？冇。有冇聯合作戰嘅架構啊？冇。咁即係話，如果真係要準備同美國正面衝突嘅話咧，咁照正應該有咩啊？聯合演習啦，冇。防空導彈啦，冇。後勤補給線嘅一啲資料咧，都冇。嗱，你留意一下今次嘅新聞咧，佢好刻意停留喺一個即係淨係交付嘅呢一個層面度嘅。所以如果你諗清楚啲嘅話，還原真意圖咧，俄羅斯嘅真正意圖唔係幫伊朗打仗，而係有3個好明顯嘅行動目標。第一，令到美國成本抬高咗去，即係話如果你想打伊朗咧，慘啦，佢而家多咗2架直升機，多咗20架直升機，多咗200架直升機。不過我都係唔會幫佢嘅噃。咁你諗下，其實係俄羅斯即係撚化美國嘅方法，而唔係幫伊朗嘅方法。如果俄羅斯真係做任何軍事行動嘅話，真係要幫佢嘅話咧，其實會搞到俄羅斯好麻煩，成身蟻嘅。所以佢根本就唔係做呢樣嘢，咁亦都增加咗一啲唔確定嘅因素啦。咁但係唔好唔記得，佢係冇承擔到戰爭義務，即係我唔會話你哋兩個打交咧就你哋打啦，我係俾支刀你嘅啫。即係似咩咧？你見到喺街度有2個人咧預備打交啦，佢2個兇神惡煞咁嘅樣，而且你行埋靜靜雞咁揼低把菜刀喺中間，佢就行咗去，有少少似咁嘅情況。咁你諗下佢係咪會幫其他一邊咧？冇啊，佢唔會幫其中一邊嘅。我揼低把刀啫嘛。嗱，我冇講咩㗎。嗱，你自己見到把刀喺地下嚟，邊個執啊你嘅事啊？不過而家佢揼喺伊朗嗰邊啊把刀，所以諗清楚啲成件事，好似係一個好象徵意思，就係當初俄烏戰爭咧，嗱，伊朗你就俾咗無人機我㗎嘛。我還咗㗎啦，我還咗啲好象徵性嘅嘢㗎啦。嗱，你俾咗咁多無人機俾我，我而家俾翻咁多直升機你，嗱，有數你為㗎啦。你咁細架俾我，我咁大架俾翻你，夠啦係咪啊？嗱，即係話無數啊。其實諗清楚啲嘅話，俄羅斯今次嘅做法係更加讓伊朗嗱，希望佢唔好估錯。如果佢係估得啱嘅話咧，即係伊朗咧就應該嚇你唔係啊嘛？你知道我而家？啲敵人嚟晒門口，你先至揼低把菜刀叫我去劈，你唔係唔知我唔夠打㗎，你就咁就走咗去啊！嗱，照正伊朗應該係見到呢一個效果先啱嘅，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即係有啲人會睇錯嘢嘅就係，你睇下俄羅斯俾直升機我哋啦，可能遲啲會俾坦克同埋俾火箭炮嘅，魚雷咧乜都有㗎，仲有導彈添啊！你一想啊，佢就係俾個直升機你嘅咋，就係因為你當初俾過架無人機佢咋，所以你諗清楚啲。呢一個咁樣嘅講法，其實好直接地話咗俾你聽。如果咧你美伊開戰咧，我哋俄國咧就保留我哋唔會直接參戰嘅呢個空間嘅，因為我都只係等低啲唔係好勁嘅武器啫。嗱，咁你會問啦，點解呢個即係新聞個報導咧會即係咁錯咧？佢個標題係講話，如果美伊開戰，俄羅斯會唔會幫伊朗啊嘛？即係如果你望下當初嗰單新聞，其實你諗清楚啲啊，有好多時候我哋一望到呢啲嘢咧，我哋就以為呢件事就會發生，實際上唔係嘅。你諗清楚啲，佢兩邊嘅説法，交付嗰樣嘢，嗱，老老實實，如果你交付嗰樣唔係直升機，假設係交付個雷達系統，交付個導彈系統，交付或者水雷咧，交付彈藥咧，嗱，咁都係另外一回事嚟嘅。即係你諗下，你交啲乜嘢？嗱，好交唔交直升機？你交第樣啊？有好多嘢你可以交，可以幫我打仗。你交直升機？喂，直升機得個殼嘅啫，彈你又唔俾我，人你又唔俾我，你係咪同我合作去即係巡邏先？其實你想象一下，即係伊朗如果心水清嘅咧，就會覺得俄羅斯你都幾衰喎。喺呢個時候你就咁等低個直升機就走咗去，所以呢個其實係好明顯俄羅斯話。我唔會嚟嘅，不過我就想搞亂局咋。嗱，我叫幫咗你㗎啦，嗱，我俾啲嘢你，咁如果美國見到你有堆直升機咧，可能就唔會喐你住啦咁樣。講真啦，美國理鬼得佢直升機咩？根本都唔會理嘅。所以呢件事咧，其實令我諗起一出好舊嘅電影嘅，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以前嗰啲007占士邦嗰啲電影咧？其中有一幕係咁㗎，有個女仔咧就剝光豬喺個沖涼缸入邊，咁呢個時候咧，占士邦就行埋嚟啦，佢就同占士邦講：你可唔可以俾啲嘢我着啊？呢個時候，占士邦就喺地下拎起一對高踭鞋嚟着啦。
係咪即係冇用啊？你俾咩我啫？你俾件衫我啊，你俾塊毛巾我啊，你俾對高踭鞋我，咪即係擺明玩嘢。而家情況有少少似，即係你好揀唔揀？你揀米 28NE 呢個時候，你俾個防空系統我咧，即係所以你見到今次呢一個咁嘅交付，如果你就咁望一件事就係交付武器啊，咁你睇下咩武器啊，大佬？即係如果你係出去劈友嘅話，佢俾條雪條棍你，咪即係擺明玩你。所以你想象一下呢件事，即時令我哋諗到有3個問題。即係點解你揀米 28NE？ 你唔俾防空系統我？第二，點解要俾人影到啊？但係你又唔官方地宣稱話我而家交付一批戰機啊，或者一批呢個直升機俾你啊？仲要係俾人影到，仲係未用得㗎喎？第3個問題，其實大家可能會想象下，我哋講就話美伊可能打啫。當你交啲咁嘅嘢俾人嘅時候，乜你覺得美國會同你打咩？最想蠢蠢欲動嗰個調翻轉係以色列啊嘛，對以色列嘅影響又點呢？大家有冇諗過呢？第一，剛才我3個問題啊，點解係米 28NE 啊，唔係防空系統啊？因為防空系統就算你係 S300、S400 乜都好，係一個防禦嘅承諾，即係等於我照起你，但係佢唔想講呢句説話，佢唔想講到令到伊朗覺得，哎呀，俄羅斯照起我哋啊，冇。第二，戰術模糊，俾架直升機你可以嚟做乜先？如果美國真係大軍壓境嘅話，嗰幾架直升機其實冇用嘅喎。但係你俾防空系統嘅話，就可以改變成個戰略層啊嘛。而家只不過係一個戰術上嘅變化。咁你諗下，如果你真係對住美國咁大隻大牛龜嘅話，你要同佢打嘅多幾架直升機邊有用啊？所以俄羅斯喺呢個時候俾直升機，其實係玩嘢嘅，你諗清楚。嗱，如果俄羅斯所俾嘅，就算唔好話係防空系統，你俾個雷達系統我啊，你俾啲指揮嘅一啲共用嘅一啲資源我啊，或者你培訓咧，即係你培訓下我哋啲人啦。如果大家記得委內瑞拉嗰單嘢啦，成個防空系統係冇嘅，係完全唔識用嗰啲嘢，可能係。咁你想象下，點解佢唔敢做啊？因為只要佢一咁做嘅話，某程度上就係你伊朗嘅天空，俄羅斯嚟保護，大鑊。咁調翻轉，美國同以色列所觸發出嚟嘅行動可能更加大，因為佢會覺得，你攬佢係嘛？你攬佢，我打埋你㗎啦。咁但係今天俄羅斯就唔能夠再攬多個啊嘛，佢自己都自身難保，仲要搞掂呢個烏克蘭。雖然烏克蘭而家已經唔係好得，所以你想象一下，當俄羅斯俾直升機嘅時候，其實佢係講緊近距離戰術層地區型嘅東西，佢係冇改變到戰略平衡，只不過係改變咗風險咋。即係話，如果真係打起仗嚟，你諗下，你只不過係令到場仗更加拖得耐，更加麻煩。希望令到美國或者以色列會覺得，而家呢條友咧難搞咗，佢多咗2把菜刀就係咁話㗎咋。咁但係唔係真係會令到場仗嘅勝負反轉呢？係唔會嘅。換句話講，俄羅斯今次做嘅係乜嘢呢？一，唔關我事；二就係如果你真係打呢，最好打耐少少啊，唔該。咁所以就俾少少嘢佢，讓佢可以捱耐啲。咁於是乎美國同以色列就會諗啦，我本來諗住一炮搞掂你噶嘛，而家你又多咗幾樣嘢，咁可能要2炮先搞掂你，抵唔抵諗呢？佢要去考慮嘅。所以你諗清楚咧，今次其實俄羅斯就係我而家俾你見到啲直升機，好讓咧你自己諗點做。所以佢唔會做官宣嘅，佢只係無啦啦俾人影到啲直升機，因為佢一官宣即係官方地宣佈嘅話咧，咁佢成個意思就俾人鎖死咗，就係俄羅斯交一批武器俾伊朗。但而家唔係，而家俾人發現啫嘛，咁唔需要啲咩外交證明，唔需要啲咩法律層面嘅嘢，後續嘅行動係唔係一致都唔需要講啦。你只不過見到我運啲嘢俾佢啫嘛，咁你知嗰啲係啲咩彈藥咩？包起晒喎，未用得嘅喎。所以你想象一下，佢而家嘅做法就要避免所有人話你講過就算㗎啦，你要孭起佢條數啊？冇，完全冇呢件事。俄羅斯一啲都唔孭。所以真真正正俾人拍攝到佢架飛機，你睇下個交機喎，交直升機喎。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強迫咁多方，即係美國啦、以色列啦，加埋伊朗都好咧，去自行推演最壞情況，然之後放大個心理影響，就係而家有嘢喎，有人交嘢喎。所以俄羅斯你諗下，佢呢招好絕㗎，佢對內係唔需要有任何政治交代嘅，冇啊，直升機啫嘛，可能之前買㗎嘛，不過係而家呢個時候運啫嘛。所以佢隨時可以否認，隨時可以淡化，隨時可以冷處理。咁對於伊朗呢，我又好似支持咗你咁，但係我又唔俾有保證你啊！即係有咩冬瓜豆腐嗱，我唔好保證我同你參戰啊，我唔會㗎。所以係一種好高級嘅噪音，但係好低嘅承諾。佢只不過係有聲製造咗噪音，但係沒有承諾。所以就嚟到我哋第3個剛才嘅問題啦，點樣心理上影響即係以色列啊、海灣國家嗰啲？其實你諗清楚啲呢件事，即係
直升機呢下嘢對於美國嚟講瑕疵，對於以色列嚟講都係瑕疵，但係對於伊朗揼轉嗰班咧就另外一件事啦。點解啊？對於地緣政治上邊啫，我如果真係要入侵你嘅，我就始終有地面行動㗎。咁大家知直升機啊唔係遠距離㗎嘛？你有冇聽過人用直升機打路遠隔個大西洋去打嘅？唔會㗎嘛。直升機係一啲近岸啊、近地啊，係有啲戰術型嘅嘢嚟嘅啫嘛。所以根本冇任何嘅咩結盟啊、條約啊、系統整合啊、長期部署完全冇㗎。但係正因為冇，即係話成個阿拉伯世界入邊就會更加亂。咁所以俄羅斯實際上玩緊嘅係咩啊？就係我俾啲嘢你，好讓你嗰個地區更加亂。但係美國又不屑，覺得你無啦啦俾兩把菜刀去做乜啫？以色列又不屑，其實俄羅斯買緊嘅係時間。所以點解我話喺近伊朗揼轉嗰班海灣國家反而會覺得係敏感呢？因為第一好多灰色地帶。即係你想象下，伊朗同隔離嗰啲國家仔，你多幾個直升機的，而且確對佢有啲威脅嘅喎。但係對美國係零嘅，所以成件事伊朗其實多咗咩呢？低空嘅空防啦，嗱佢冇個成個防空系統嘅喎，冇喎。俄羅斯冇俾啲咩 S300、S400冇喎。嚇，邊境嘅摩擦可能會升級啦。非對稱嘅攻擊成本會上升啦，即係如果你要打伊朗嘅話，咁啊即係平時唔會打嘅，但係即係一旦打嘅話就會更加亂啦。唔係指佢會贏啊，係更加亂咋。所以你想象一下，呢一個只會令到海灣國家只會有一種隱性嘅恐懼，即係佢哋會覺得唔係話伊朗更強，而係伊朗後邊嗰個俄羅斯咧，佢願意令到成個中東局勢變得更亂。其實係指呢件事。咁樣會觸發乜嘢啊？投資更加不確定啦，能源設施有風險啦，保險啊、金融啊、市場等等嘅反應其實都可能比軍事本身嘅層面更加痛。換句話講，你美國要亂啊嘛，你特朗普要搞事啊嘛，我俄羅斯都識㗎，你唔好以為我唔識啊，我做少少嘢出嚟令你所有嘅嘢都亂，但係你又冇得打。其實大家想象一下，其實今次俄羅斯呢一招咧，某程度上係見到委內瑞拉嘅馬杜羅俾人咁樣就踏咗翻去美國咧，佢會諗下唔掂喎，太過極端嘅情況底下。用乜嘢佢就走去搞伊朗㗎？不如搞亂佢先啦！嗱，你唔好搞亂，我搞亂先。我搞亂嘅話，咁啊大家驚啦，一驚自然所有嘅人嘅警戒心就上。換句話講，如果你想伊朗好似委內瑞拉咁樣突然間倒落去嘅機會咧，相對低咗。而俄羅斯又好聰明地咧攞咗樣嘢就係嗱，唔關我事㗎，我唔會插手㗎，但係我就會搞亂檔咯。所以俄羅斯最終咧就選擇咗一個戰術型，仲可以否認。嗱，佢可以話唔關我事，我唔參戰嘅，同地區影響又最大，但係自身責任又最少嘅行動。呢個行動就係靜靜雞讓直升機事件曝光，一曝光大家就會有呢種咁嘅諗法。所以實際上俄羅斯俾伊朗嘅，你以為係武器咩？唔係，今次唔係武器，實際上俾嘅係俾中東一個更大嘅變數。而有咗呢個變數之後咧，俄羅斯相對就唔需要俾咩承諾，同埋佢亦都更加便宜、更加着數。所以如果我哋再諗下嘅話，嗱，我哋又可以問多自己3個問題喎。以色列會點睇咧？點解佢唔公開講呢件事嘅？如果大家有懷疑，以色列冇出過聲嘅喎。咁另外就係其他海灣國家點解亦都因為咁樣會加速對美國啦、對我哋國家啦，同埋對俄羅斯更加多嘅多邊平衡嘅考慮咧？第三，仲有啊，以及唔好唔記得，今次其實係咪俄羅斯搞美國選舉年前奏嘅一次測試行動咧？逐樣諗下。第一，以色列究竟點解唔公開講？其實以色列係知道嘅，佢哋第一見到嘅就係伊朗其實並冇真正變強，直升機啫嘛，變咩強啫？以色列見到嘅係3個關鍵嘅行動信號。第一個，俄羅斯竟然選擇喺戰術平台而唔喺戰略平台度操作，即係話我只係幫你啲街頭巷戰嘅啫，嗱，大嘢咧你就唔好揾我啦。換句話講，佢唔會參戰。第二，行動上咧，原來俄羅斯係隨時可以俾啲嘢佢，但係又唔會出聲嘅喎，咚一聲，你唔知佢下次會俾啲咩嘅喎，可能係俾坦克咧嚇，咁你都會驚噶嘛，你會諗下俄羅斯會俾啲乜咧？換句話講，俄羅斯變成以色列心中嘅變數。仲有個時間喎，時間個落點正正就喺而家呢個咁唔穩定嘅一個政治窗口度，即係你想象下，而家個個都覺得打啦，你先至去交武器俾人，特登就喺呢個時候交。所以喺以色列嘅角度，佢哋今次應該見到嘅就係俄羅斯係好明顯不會保護伊朗，但係如果你因為俄羅斯唔保護伊朗嘅話，你就以為得米咧，唔好諗得咁天真啦，因為如果你一喐伊朗嘅話，慘啦，肯定好麻煩。所以以色列係有
即係不能講出嚟嘅原因，因為如果佢講破咗，即係話我知你俄羅斯係唔會幫伊朗㗎，我亦都知道咧伊朗其實係根本搞唔掂㗎啦，不如我就揼佢啦咁樣。咁你想象下會發生咩事？會發生嘅就係原來以色列嘅行動竟然受俄羅斯嘅掣肘啊！好難講㗎噃，咁你點樣同人講話？其實原來我係怕俄羅斯咧，唔講得㗎嘛，好瘀㗎嘛。咁亦都唔好唔記得，同時間如果佢講咗出嚟，即係等於向其他盟友承認一樣嘢啦，就係威脅其實唔係來自伊朗㗎，而係來自局勢變得不可控啊。咁你唔講得呢啲説話㗎嘛？因為唔好唔記得，咁樣喺以色列內部會觸發兩個好不利嘅效果啊。第一，大家會驚個風險會再高啲啦，市場啦、社會啦、等等啊，同埋唔好唔記得兵役啊，佢哋而家好難揾兵㗎嘛。而家你仲同人講話你同呢個伊朗搞唔掂，佢寧願俾人嘅感覺就係你睇下我哋居高臨下，一搞伊朗就死㗎啦。但係佢唔需要募兵住。但係如果你話俾人聽好亂好亂好亂啊，隨時要募兵，佢喺入邊更加難搞。第二，亦都係會逼迫到政府係焗住提前行動嘅，因為你睇下嗱，而家俄羅斯唔幫佢啦，我唔講得出嚟啊，我講出嚟嘅話，俄羅斯唔幫伊朗，咁大家就會話揼佢啦，揼佢啦。其實以色列人係咪真係想做呢？以色列都唔想嘅，所以以色列就變咗個策略就係唔出聲，因為佢哋完全理解，佢知俄羅斯搞乜鬼，行動上面佢要做乜啊？唔好喐，然之後語言上面要做乜啊？唔出聲，沉默。所以你諗下以色列嘅真正內部結論係咩啊？就係如果要打伊朗嗰條紅線，其實個成本而家貴咗好多，所以不能打，因為一打個區域就會更加亂。第二，誤判風險好高。第三就係第三方嘅干預空間好大，因為俄羅斯而家冇話佢落場嘛，即係你明唔明個情況就係有兩個人喺度打交，隔離有條友喺度觀戰，但係佢隨時可以出手，你就係唔知道幾時出手，嗰下更加驚。如果佢話我而家係落場同佢打啦，就算你1對2都好，你都起碼心裏有數。但係而家唔係喎，佢唔出聲企埋一邊，耐唔耐啊放粒波子出嚟都唔知跣到邊個嘅，咁你諗下會點？所以佢更加又唔可以出聲，死啦！於是乎呢一個策略就搞到以色列更加唔知點做。咁第二咯，剛才我話點解啲海灣國家會更加加速對美國啦、我哋國家同俄羅斯嘅多邊平衡呢？其實你諗下啲海灣國家嗱，我哋而家講緊就係話有幾隻直升機就由俄羅斯就運咗去伊朗啊嘛。我哋講緊嘅係軍事信號，佢哋唔係睇軍事信號㗎，佢係睇責任信號㗎嘛。咩叫責任信號啊？就係佢根本就唔擔心邊個強唔強，而係邊個咩飛。邊個出事嘅時候會出嚟被點名指責，邊個出事嘅時候會被逼下台，咁所以成件事嘅核心就係呢啲大國，包括俄羅斯、包括美國，所有大國都係外判緊風險，唔係承擔風險。唔好揾我打，我唔想打，你哋自己搞掂。你亂啊，你死你事嘅啫，我企埋一邊嘅啫。到最後我出唔出手，我自己諗。所以對美國嘅重新估計就係更加要疏遠，唔係中心化。所以海灣國家見到嘅就係你美國係好強啊，但係好灰色地帶喎，我哋更加要小心啦。啲承諾又唔信得過，嗰啲回應唔係禮真㗎，政治化㗎。所以對應嘅行動會係點啊？可以唔依賴美國就唔好依賴美國咁多啦，千祈唔好壓晒所有嘅籌碼喺一件事上邊啊！你見伊朗可以多2個直升機，你又夠好打，唔好玩啊！咁點解又要拉近中國同俄羅斯關係呢？因為中國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經濟上好穩定嘅市場，能源需求又好穩定嘅市場，即係只要中國唔亂唔打仗嘅話，佢天天同你買石油嘅，長期可以有得預測，意思即係長期都有生意來往啊嘛。俄羅斯呢，嗱，佢唔能夠保證啲咩，但係俄羅斯危險嘅地方就係佢能夠製造不穩定。我呢個俾下直升機，嗰個俾2個飛彈，呢個又俾下啲唔知乜嘢，咁於是乎你就焗住要即係睇俄羅斯嘅面色。所以俄羅斯實際嘅用途唔係佢係一個大國，而係佢係平衡各方勢力嘅一個籌碼，即係有少少似咩呢？有少少似我哋成日講咧，美國啊共和黨、民主黨咪喺度打餐死嘅，50對5買1票就係咁噶嘛。結果而家走咗出嚟就係馬斯克話搞個美國黨啊嘛，美國黨話我要3-4票就夠啦。點解啊？我攞咗3票，你50嗰度得翻48，51嗰度得翻49，你係咪一定要揾埋我嗰3票你先可以贏啊？3票變咗好有用嗱，俄羅斯就係玩呢樣嘢啦。佢就話我唔需要大軍壓境，我唔需要俾好多武器你，我是但俾10零20架直升機你，又唔係好好睇，又唔係好好打，但係足夠影響所有人嘅戰術考慮。所以所謂嘅多邊平衡唔係靠邊站，而家今天嘅中東唔係玩靠邊站啦。如果靠邊站我就打咗噶啦，而係要確保任何一方喐手之前，都必須考慮其他所有人嘅反應。呢個導致所有人突然間
不如安全啲啦，因為冇辦法有一個好肯定嘅就係佢打佢一定贏，冇咗呢種信號啊，所以更加佢哋要諗多一樣嘢就係，既然係冇話邊個打一定會贏嘅，更加唔可以輕易將戰火嘅成本就即係抌咗俾佢哋噶嘛。大家要知道打完之後你國家爛晒，你自己起嘅喎，冇人同你起嘅喎，你有油啊點啊？搞唔掂喎，你都係爛晒嘅喎。咁第三就係究竟係咪俄羅斯即係對美國選舉年啊嘛，係咪咁樣測試下佢咧？嗱。先講結論先，係嘅。不過佢唔係測試美國會唔會出手，因為美國根本唔會出手，而係測試美國會幾時收手。咁點解咁講啊？因為俄羅斯實際測試緊嘅就喺美國而家高度政治化嘅週期，因為選啊嘛，佢行動門檻一定上升，佢嘅模糊空間變大。俄羅斯測嘅就係有幾長嘅模糊時間可以讓俄羅斯製造不穩定，而係唔需要付出代價。即係話佢喺呢個時候可以掠水啦，可以做生意啦，可以攞好處啦，可以睇下呢個窗口期可以維持幾耐，我可以令美國唔喐幾耐。咁第二，你會話咁點解好比唔俾要俾伊朗啊？因為伊朗具備3個好關鍵嘅屬性。第一就係美國不能忽視伊朗，即係你點樣唔理你都仲有個伊朗喺度。同埋第二，伊朗對美國足夠麻煩，美國咧又唔想直接掂佢。第三，伊朗足夠遠啊！如果伊朗好似係委內瑞拉同埋古巴咁近嘅話咧，個成本就已經好低啦，佢就自己落去搞掂啦。如果而家咁遠嘅話，你美國要將成件事即係外判俾你嘅地區盟友，例如以色列去搞掂嘅話，其實成本好貴嘅。所以佢好完美地令到美國係企咗喺度。所以今次呢件即係米28ME嘅即係所謂嘅直升機交接咧，表面係一件武器交接，實際上係第一時間延遲。第二，佢將風險對方方面都放大，大家都唔敢喐。第三，擾亂大家嘅政策，所以個後果就係全部人企晒喺度。嗱，如果美國真係反應過度，佢真係諗住喐伊朗嘅話，咁俾人牽住走咯，因為佢唔想未實，所以佢唔敢喐，裹足不前。佢反應不足咩？咁就即係任默許啲風險越嚟越大喎。所以無論點都好咧，其實而家係玩個節奏，即係究竟邊個行先，邊個行後，而家喺度玩緊呢樣嘢。究竟邊個行第一着棋？而俄羅斯呢一着棋咧，就有少少似我哋捉棋嗰陣時候咧，行一啲好似冇乜意思嘅一個步伐，但係嗰個步伐足夠搞到人哋個個亂晒龍。佢就係玩呢樣嘢。所以如果你將以色列啦、海灣國家啦、美國啦，所有呢啲線掕起嚟嘅話，今次俄羅斯呢個行動其實係一個乜嘢啊？總結嚟講係一個低成本、高外溢，仲可以測試節奏嘅效果。咁實際上問嘅問題係咩啊？係咪好唔好去打啊？唔係，而係問緊所有呢啲國家，你喺乜嘢情況底下你會唔打？你會選擇留咗喺度唔敢喐？所以以色列其實知嘅，佢睇到個風險嘅，所以佢選擇就即係唔好講成為一個恐慌，唔好講啊！即係好似以前咧有個愛滋病廣告咧，或者 G 啊，就係咁嘅情況啦。其實其他嘅海灣小國家咧，亦都知道嘅。而家呢啲大國正正就係將呢啲責任咧外判，咁即係話死啦，唔好諗住有大佬就嚟照你任何人啦。所以個個開始分散依賴。而俄羅斯咧，佢唔係睇邊個會贏，而係睇下邊個能夠拖得最耐。其實而家最怕係咩咧？就係放大錯誤嗰個結果啊！你想象下，其實咧而家俾你嘅係一個支援，可見嘅直升機啊嘛。其實唔俾你嘅係承諾，冇明確承諾，亦都唔俾及時澄清嘅邊界，即係究竟幾時你俄羅斯係唔會插手，幾時你係會插手，冇講啊，完全冇講啊。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好容易會俾一啲即係如果唔係睇得清嘅話咧，佢會覺得我背後有人撐啊，我可以再行一步啊，其實會好大鑊㗎。所以調翻轉，真係驚伊朗會睇錯，而以色列咧，佢就知道。死啦，唔可以向前行啦。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咩啊？就係知道原來俄羅斯已經唔會留有位置喺度想打埋一份啦。但係又知道佢會搞震，所以大家其實而家基本上係一盤即係好唔出聲嘅棋嚟嘅。大家都默認好多嘢嘅，知道俄羅斯知情，知道俄羅斯接受風險，佢有個風險喺度，但係佢唔會因為個風險而讓你好過得幾多嘅，你都死埋一份嘅。原你如果以色列你嘈嘅，咁即係你有責任啦，你自己搞掂啦。你唔嘈嘅，即係你接受啦。所以佢將模糊變成責任嘅一個好好嘅做法。所以呢一種咁嘅做法，如果大家諗下嘅話咧，有少少似美國無啦啦俾啲唔知乜鬼古靈精怪武器，買啲武器俾呢個台灣島，情況一模一樣嘅，都係搞到你亂糟糟咁。佢又唔係幫手打，佢又唔係會真係落場打，但係佢又搞到你覺得成本上升，唔敢打，又或者係都係唔好打住啦，睇定啲先啦。呢一種手法
其實喺世界上好常見嘅。今次俄羅斯俾呢啲咁嘅直升機伊朗，其實同美國俾啲所謂嘅武器，日本又好，俾台灣島都好，咪一樣又係咁玩法。所以大家下次見到呢啲咁嘅咩直升機交接啊，除非佢講緊話係俾個防空系統啊，或者係俾啲好大型嘅嘢，係真係即係講明我攬起你㗎啦，你國家我照起，你嘅天空我照起啊等等嘅話咧，唔係俾呢啲嘅。你可以唔使理佢啊，除非佢話送水雷啊、送導彈嗰啲，咁你都話。所以你諗下，今次咁山長水遠送咁多直升機去德黑蘭，乜你真係覺得佢幫伊朗嘅咩？梗係唔係啦，係你啊送水雷啦，係就好似我剛才講啦，送水雷、送導彈啦。所以呢個時候點會唔會令我諗起嗰首《天龍八部》嘅主題曲啊？首歌係咁唱嘅，佢話：萬水千山送去德黑蘭，邊係幫伊朗玩？豪氣啲送贈水雷，痛處飛的導彈。下一集就同大家屈機小世界。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屈機 TV 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再見啦！